那從道家養生方面，師兄能不能給大家一些建議？當然啦，我要補充一點啦，因為咧喺成個道家道教裏邊咧講得最多，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腎氣，火太旺嘅時候咧，啲水都會蒸發咗。咁我哋嘅腎咧，即係呢個代表咗我哋最強嘅行動力，冇咗嘅話咧，其實每個人都烏眉瞌睡、精神恍惚嘅。咁咧。亦都會因為呢個水要蒸發咧，但係唔係話蒸發就蒸發噶嘛。由於太多嘅信息、太多嘅工作，你會捱夜啦。跟住咧，由於呢個九子離火運，哇放開啊，開心啊，跟住係啦，大家會縱慾啦，或者咧有啲人咧，因為呢個胸心嘅病嘅問題咧，情緒投射太多咧，會過度去焦慮。其實依家晚上係唔瞓覺嘅，大家朝頭早又起唔到床㗎，都係呢啲係各大嘅殺手嚟㗎。呢個就係火太猛啊，係啊，瞓唔到啊。係啊，因為火猛你唔想瞓㗎嘛。係啊，你會見到係大家雖然話晚上唔出門，但係個個都唔瞓覺。就刷手機、看短劇，揸住啲電子產品就係火咯。我都希望大家都看一下風吹說道和鄭紅的頻道，這樣就睡着了。冇錯。咁我哋最重要咧就係要將自己收一收腎。咁咧我好中意一個字㗎，叫做清字，清澈嘅清字，因為當一個人成日去感受呢個清靜，去感受呢個清澈嘅時候咧，自己其實俾身體咧補緊嘅一種叫做水啊。我有好多嘅即係風水佈局啊，又或者一啲冥想嘅時候啊，我都叫到大家，一係你喺個風水嗰度寫個清字，一係咧自己靜坐冥想嘅時候咧出嚟一個清字。觀想係觀想呢個清字，因為清佢唔單單只係水，佢亦都代表咗木。我哋最重要嘅腎、肝膽都喺呢一度，佢係維持住我哋嘅精氣神嘅。所以師兄的這個道家的養生的方法呢，我覺得真的是很有效的。因為我有時候事情多啊，我也會靜坐啊、冥想啊。每一日都要俾自己靜心啊！一日哇起身啊工作，跟住夜晚再睇手機唔瞓覺。其實一日裏邊咧抽翻1個鐘頭或者少少地半個鐘頭啊靜坐，留給自己，靜心、平心靜氣啊，清空個清字，個清字個人咧會再之後呢個工作咧都會清晰好多，同埋係會敏捷好多、靈活好多咯。你知唔知清字勁嘅情況係勁到點啊？可以顛覆一個國家。顛覆一個國家。我話俾你知啦，明朝咧佢個五行係屬火嘅。邊個將呢個火撳咗落去咧？清朝。個隋冇錯啦。所以呢個清朝唔係簡簡單單嚟㗎。清朝係因為將個明朝克制咗。所以我哋將呢個離火克制最緊要清。下年我哋真係要有清字。如果唔清的話咧，哇脾氣暴躁，心情不安，哇火都嚟啊！你諗下個丙火好似哇好猛烈，一頭煙嚇啲頭髮啲向上，哇！所以個人咧好緊張，一緊張咧個關係唔好啦，夫妻關係唔好啦，朋友關係唔好啦，人際關係唔好啦，咁講説話會好容易得罪人啊！所以變咗大家下年記住，唔好喺丙年因為自己點火而撻着咗情況之下咧，有啲口舌是非啊、人際關係啊，甚至同朋友不和或者同事不和、上司不和，咁呢啲對自己自身嘅運氣同埋係自己行緊好運裏邊會有種差錯情況之下咧，令到好運都會減咗一半嘅。係啦，一句講晒咧就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啦。呢個咧就真係道家智慧嚟嘅。每一次嘅人際衝突咧，我哋嘅修練咧都係如何去忍辱，同埋有提升自己嘅智慧。有時候我哋嘅一啲嘅憎恨係咪源於自己嘅未睇開咧？所以咧，我哋嘅起心動念咧都決定咗我哋做事啊、講嘢嘅呢個能量嘅性質嘅，亦都決定咗我哋最後關係嘅走向。多啲講愛你，我理解你，係啊，少啲講你應該咁樣做。其實一句説話就能夠改變咗大家互相嘅一個關係。